哎呦，又到大个了，今天中午隔壁的表大，打电话来，西江，你来帮我下嘛，订不到很啊那样，我就当时表大，快点，订不到很啊，我讲那个没好吧，我帮你搞到这，哎，你莫讲啊，快点来，我在楼上子，啊，我心里面讲啊，就是隔壁两几的，又不帮下了吧哈，我先忙急忙活的一跑上去，我没管3七21，我把裤子一垮，呀啊，他一对着我，这噼里啪啦的就是一顿敲啊，对吧？哎呦，我让你看我搞到这。哎呀，我这俺这老鼠夹到手个还就骂你了，叫我改这个老鼠夹的呀！哎呀，我这找我找讲的了，这个，哎呦，这大个的他找，哎呀，哎呀。